悲喜。啥计？哎，今夕何年啊？用人害你，你我受过记载了40年啦，人都老了吧？嘿，不老，小计年方70也，杀尽我青春68。杀鸡呀，你我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哪里都不去。哦，晒太阳。真的无事可做了嘛？无事可做，好，那就晒太阳。晒太阳。你看他真是写下了，可惜恰也可也写不下。如今最令他难忘的，恐怕还是那2位师兄啊。见了吧，就是他们2位，大师兄马旭，二师兄曹随。那一年，幻术常理接近，马旭、曹随还在小气长兄班固先生门下读书，小妓女。听过天子言，千人上举轩辕，下至玉神川为神表，本居12，千人唱，苏家30，列传70，范八30遍，一人就。先生2位爷妻，你们在到谁家问账？卫兵先生，弟子来到司马前的保神安书。卫兵先生，弟子在到司马相氏的上林府。一个在到司马前，一个在到司马相书。以你们看来，现朝2位司马，哪一位更值得后人推崇？弟子以为司机为天地立心，乃千秋大作，太师公更值得推崇。师兄说得甚是，不过司马相如的锦绣之风，也曾尊敬一代风流。说的是。司马长卿一支妙笔，并非常人可比，而那太师公子豪爽正气，更是千古无匹。先生珍重，这是班固先生的
公子，你就是半谷先生吧？真是。我是王头身边的，特地来接先生道喜。哈哈哈！切莫横说，喜在何处啊？先生有个小妹，名叫半周，是，今年14岁。真是。哎呀，半谷先生啊，灵妹可真是了不得呀！他尽管就往头上诉啊，半早上诉。哎呀，半谷先生哎，这是半早官上诉，陈群朝廷尽肃静，此举惊动皇太后半谷刑罚，全须问。聚在你家上我军也罢了，夸谢太后好大恩。先生，汉叔真的接近了。哎呀，是啊。太后开放书籍，鼓励询问，你那幻术可以继续变装了。是嘞，我无知两代未尽的幻术，终于可以重见天色了。那是啊，是前辈领子，幻术接近了。幻术接近了，皇恩浩荡，天数尽，原来我半朝小妹貌似上诉到公庭，数十年笔录来也是明，两代人谁曾往事苦修营，终算是今生云台我满情，真经我书生体论上皇上，多谢皇太后，多谢公公。哎呦，公公我知道你治了这一个邪子，什么职位都不知吧？啊，不过只要帮先生答应把太后吩咐的事办好，我这一胎也就保得不冤枉了。不知太后如何差遣啊？太后知道帮先生年轻时学过2度夫，那文采那气势，这在建造司马长卿，太后就是欣赏你班固的文笔，所以命你做一片大夫。太后命班固作夫，地位长曲公生的松，长曲公生的松，长曲公乃是太后的居徒，数月之后便是太后的私人手带。这片大夫可以只要在庆典上用的哟。为皇太后作福。对，这可是求之不来的美才吧？我
府内办故久不作父，只怕欲为胎儿的冲突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哈？班先生，哦，不，班大人，文人嘛，4月份古创要做，我文章更是要写。要不然，王太儿凭什么准你修饰？王上叫你关注你。多谢公公讲诲，用班固30可以，不过30过后，公公我要亲自来审来拿的哟。好了，说了半天的话，主角还没有登场呢。我倒是想见见这位小才女班昭究竟什么样。马须去叫韦八是哦，先生，韦班，韦班，来啦！见过先生，见过大师兄、二师兄，见过这位不争无须的公公。他就是班昭啊。是那小妹身边侍读的傻丫头。丫头就丫头呗，为啥丫头？啥姐，韦班你，你把我小姐呀，我不是，为什么不是？我傻呀。哎，快把小姐请出来，公公要见她。什么？公公要见我家小姐？哎呀，这可糟了！一堂江江土，一层一层杏黄树。上问小姐才不知，请她帮上真桃树。班长在我此，可好书啊？小姐进入库房内，金碧门藏金书。哎呀，小姐命我手口是笔，我怎么一不当心，全说出来了。真是个傻丫头！太后已经截止了赎金，你家小姐不算犯法啦。真的，小姐偷看经书不算犯法啦？呀，不犯法啦。哎呦，我得赶快告诉小姐去，告诉小姐去，小姐，小姐，哦，公公送去书嘛一块。我公理完于是，帮大人告辞了。曹贼送公公。是，公公，请。公公万岁！请问公公，那沈德松何时来取？何时写好？何时来取？太儿之事不用耽误，只怕怎么？公公有所不知，向先生一向体弱多病，只怕过得了子数，就过不了祖父。万一当不了太后的手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难得你这个弟子是此上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岳生曹谁？曹谁？我看你又聪明又聪明，又模样又模样，往这帮人压力是招人欢喜。这事该怎么办？你就替王太儿多操这点心吧。是。公
我所望最人相亲。情书来呀，有云草同苍呼吸。看窗外不觉间谁情？怀里十多情，金钏是情，时时沉醉临昨天，苍阳才，树的蓝天，丝的落地，丝的落地。是比金砖又不轻，谁知我心在地下三岁为伴为伴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不要走了，听朝廷的公公上，小姐退款结束，不算难的啦。先生请。为伴，你去皇太的事情一问证，婚书接近了。婚书接近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先生，你们看，小姐据说爬到书柜上去了。哎呀，为伴，你快下来吧。我不管下来呀。为伴来，大师兄扶你下来。为本来，二师兄扶你下来。你们可要记好，我要跳了。咦，哎呀，为伴，当心啊！哎呀，小姐当心啊！跳！为伴，你摔痛了没有？你呀，要是真的摔下来，你就下次不管了。二师兄，哎呀，小姐不要当了。其实呀，两位师兄都是心疼你的。好了好了，都长大了，不要再顽皮了。哎，为爸，你是何想到去王太后上书的？我不是半表的女儿，半姑的妹妹吗？我既是半是你，定要做一心神，岂不知父兄两个子婚事，所谓从来所谓去，但是就是与不成，下身早非从也才明，因此我上书王太后，奉请朝廷封小分，新闻还书。总
头杀鸡去烧些他来，兄长与你的两位师兄有话要讲。哎，小青来，聆听先生教诲。二位也请。愿记速告。太匆忙，真是真是了，太匆忙。啥子再问父子长？啥子再问父子长？那为百姓的家茅端庄，那为
小马婿何德何能，该配百照，冠及苏家。想我早日所为之心，少配半照也算婚姻。我总不能娶百照为妻，也要别生关爱着他，一生追在百古先生。我啥是娶了半照，固然也是荣耀，可这一步还俗，却要付出心来。你们到底怎么想啊？卫兵先生弟子不配，卫兵先生弟子不管。哈哈哈哈！一股不配，一股不管。既然你们的心思为此也都明白，先生，此次你还仍残缺未毕，对我这份故为拜。是。买，实是问明白了，你们又得怎讲啊？哦，全因先生主张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是。为爸，你坐下，兄长与娃要分离。哎，兄长请讲，小妹听着你。为爸，你看两位师兄是偶啊？两位师兄好啊，哪个更好？哪个都好。好在哪里呀？大师兄温良敦厚，好；二师兄机灵功利，好。三国有兴趣，但在小妹眼里只有一个字，好。虽然不明报比，倒也平生当啊。不过呀，大师兄是有二师兄的才气，二师兄是有大师兄的敦厚，那就好上加好了。说的是啊，为爸，这是兄长让你在两位师兄中择一夫婿，你中意哪一个啊？兄长是在说笑吧？孤王言之。哦，不当真啊，那就无妨一试。我选二师兄。为何？二师兄有才气呀。哪篇草谁？哦不，我选大师兄。又是为何啊？大师兄终身拼啊。那边马须？不，我还是选二师兄。哎，为何这样变来变去的呀？终身拼的男人，可敬却不可爱；有才气的男人，可爱却不可靠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喜欢哪个，不喜欢哪个。哎，还是兄长替小妹做主吧。既然兄长我也举棋不停啊！也罢，半照测序，听天由命吧。为爸，你去随意选一个吧。兄长，不是在这笑吗？怎么当起真来了？兄长我哪里是在这笑啊？兄长是要为你择一夫婿，为父兄必经的婚俗，才一位结拜神啊！可小妹我才14岁呀。可兄长的来人已经服毒
了啊！兄长真的要嫁小妹？嫁不是马婿，便是曹氏。望着那两片足迹，转紧紧不关相牵，这分明不是侧夫婿。把我搬上家书间，官司一落，官诉为他，为爸，你去答应了吧。见兄长，阴阳亲戚结，私自关系绿泪眼，家小妹，心酸酸冤枉枉，无能放盘事与见，事与见。为爸，兄长和父亲的开天之命，一同跪下请为汉书七岁才一篇，也人心，思为永别，思也人心，思为永情。有才子百年好姻缘，早祖上两片朴素笺，为师弟道尽了祝愿，为自己留些许酸甜。妻子那不仅自在那也藏起莫名的羞才，总算是老装笑脸，恰还是相见时看两夫也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花是送给我的吗？这不是花，是
己先生治病的草药。哦，快拿去熬呀！哎，我说你大师兄还未见我说话。哎，可不要熬乖了。晓得。大师兄，用茶。多谢。为伴，先生的病怎么样了？这先生越渐沉重了。是的，在先生身边治疗一定很用功吧？纵受梅水所爱，倒也激情放彩。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有师弟辅助先生，还俗更有望了。大师兄，兄长10年写的书籍，比王家书院的还精致呢。哦，先生也夸我了。呀，不敢当，哎，不敢当啊！大师兄，你小岁了，也3合了，你为何不一起陪在兄长身边，却要独自揽下这些杂事呢？师弟的学问比我好，如今他又成了先生的妹婿，师弟做的事情，先生也格外放心。只要我马婿能留在先生身边，为还俗出一分力，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大师兄，为伴，我去看看先生啊，去看看先生啊。先生又昏过去了，你快进去看看啊！夫君，你这是去请郎中吗？不，我有更要紧的事。更要紧的事？哦，为伴，你还记得太玉明先生嘱咐的事吗？记得。范公公已经上门催过几次，我就知道先生这股的幻术根本顾不上做父。我担心先生为此得罪了赵帝，故而我暗地里带先生把父做好了。明日便是太黑的时机，我要亲自送进宫，亲手献祭王太后。哎，为伴，你来听听我做的指腹与那司马相如的文采，其实究竟是何啊？长秋宫沈德松，一得微微兮，腹背四海，沈德所貌兮，光耀九族。怎么？做得不好？做得好，做得太好了。夫君，我来问你，难道你我成亲之后，你终身没睡苦心引我，就是在做这片致富吗？
是啊，我再问你，难道这片藏居公孙德松比幻术、比兄长的病情还要紧吗？难道王太后的意思可以当作儿戏吗？无论怎样，兄长重病在上，你这个弟子应该睡在他的身边才是。对呀，所以我要所取所为，关进未来备问先生。啊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夫君，夫君。天哪！我却是想起了他。小姐快来，先生不好了！兄长，兄长！你在哪里呀？兄长，跪拜。死的在哪里呀？他去见郎中了。叫他快来！我要把汉书托付给他呀！是先生，昨日纷纷乱世忙，心中阴空是大那人远在天涯，为财妹夫最官呀，不见兄长在牵挂，不问声声呼唤他。那相思情难言了，这相苦痛人了啊！举醉升天，知他出本是女，偏逢场这个冤家。情结自主安思全把树高承担下，小妹半早远近婚书。为爸，你我乃班表之女，班固之妹，曾结婚书，义不容辞。可你乃一女子呀！叔叔烈色，女子何法？人才哟，小妹并不属于草率，从自学自苦，你又岂能耐得呀？父兄乃得，半朝银河乃不得，况与大师兄相处，
起操碎。父亲与何分彼此？早知是此，我与何必谄媚虚呀？回吧，你来传。
5岁写诗经，7岁读《论语》，9岁说诵诗经，10岁而做算术。时有莫多家事变迁，领略私家悲喜。而今情势所迫，成绩势高，一些尚存修养不足，有生之年定当完成还俗，天地无兄长我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王太尉生得松，生得松，王太，为慢，为慢，为慢。太后一子兄，此因曹岁文采作曲，此夫本然。常曲公生得松，名为国父。曹岁官守内地约束，自主东关公。做官了，我要做官了，兄长。
鸡，去问一壶茶来。杀鸡，这丫头又睡着了。睡吧，你去睡去，我再说说。哎呀，说什么呀？说这里写书，还是说这里发呆呀？你不睡，我可睡去啦。
杀鸡，我要你当天草水的消息，怎么又忘了？我当听了呀，可是大师兄不许我对你说，为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说吧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听外面人传说，二师兄不是这个东关公，而是后宫。后宫，外面传说王太后不仅喜欢二师兄的文采，更是喜欢他的模样，甚至把他养在宫里做什么避尘免税。哎，小姐，什么是避尘免税啊？不要问了。是你要我问的，又不是我要说。好雨下。
办？夜已深了，还洗面茶吧。大师兄，你有事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就歇歇去吧。哦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大师兄，哦，为办。大师兄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明日商量不好吗？明日我就要走了。走，大师兄，你要走到哪里去呀？为办先生的这部书稿能做的我全都做了，余下的全靠你了。记得先生生前还想修一部天文字，可先生又力不从心，要因万里路用许多年时光。如今先生过了，他留下的这个心愿，理应由我马须去做呀。大师兄所言天文字确实幻说，不可或缺的。今日大师兄提起，是该商量商量。这是大师兄也是要走偏，要上路，实在是太得罪了。早啊一时，真成早啊。言完书上可分，既然要做，何必还要言外呢？哪怕言外一声，就一声，好吗？为爸，今日外面有些传言，难道你不曾听到？什么传言？未曾听说。传说赵氏的才玉在未归，令我爱的哩。捕风捉影，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是此，大师兄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吧。也罢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启程。大师兄，你在搜搜啊？外说搜嘛？哦，我说，我说。兄妹不算英俊，今日小妹以千差待举，为大师兄建议。大师兄，你可要管呐？
情事一把水，树高千里早爬头，孤灯孤影长相伴，且插男儿面须。余生怀虚，余生怀虚。把湖中采茶都怪下。大师兄，这是小妹造就回人的一方金牌，上面绣着一对尖钉，题着天长地久，请大师兄带送未来的嫂嫂。不，还书不成，不言婚娶，我早已杀过的。大师兄，你照着真情吧，不要过为了美好念我。为爸。为爸
知道对不起你，今日回来只想对你说一句话：是为爸，你和大师兄真亲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大师兄他比我好，只有他才能帮助你完成幻术。你就和大师兄堂堂正正的做夫妻吧。莫非你也听到了什么？不是，当初先生把你嫁进我，就错了。这是休书，你拿去吧。不，我不能不明不白接下这休书，我不能，但是我想信你，我想曾经你和大师兄啊，为我的故事做点心做不。为爸，我的妻。我曾经的小妹，我醉了。你怎么回来？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？做了些什么？外面传出的事情都是真的，你快说，我还有什么脸色？我必有悔，必有恨。我恨我自己呀！恨无穷悲无边。
我的夫妻难相见呀，我的身心两平常。同是本人说话一丝不坏，鬼子鬼人有的总得难，悔恨万千，悔恨万千。人的父母，人的先生，人的师兄，人的为伴，人的知己，必然心爸，你忘了我吧，我不配做先生的弟子，更不配做你的父亲，我连一个读书人都不配呀！你得气得为啥我啥原谅了你？你愿意回到苏州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和我一起读书吗？我想回到苏州，更想回到你的身边，可是我永远都回不来了。我已经死了。我要你回来，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和我一起读书。你知道吗？这10几年来，我一个人有多苦，有多累吗？我是多么怀念死去的兄长，怀念从前的二师兄啊！二师兄，为爸，你能再叫我一声二师兄吗？
曹贼他没有告诉你吗？后昨晚升天了，他临终封你夫君为皇儿，让他为王太孙，为王太宗千去万代，走下去。侯爷，为公去吧，为公去吧，侯爷，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小姐，大师兄不是向你道别，他已经离开曹郎上路了。大师兄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逃走！万我夫君，万我二师哎呀，小姐，雷天把房顶挡着了，扫房起火了。
臣呐，看来不能出名，出名了阴谋居多，阴谋一多，使其想做的事反倒顾不上了。譬如小姐吧，眼看这部婚书就要完稿了，可小姐却说不知了，什么也飘起来了。真不知道他整天在外面阴谋什么。大师兄也在害死你，真想他快点回来呀！小姐阴谋回来了，我得替他赔偿去。正经，快坐下便说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歇歇一会嘛。宽，擦去了句精神，一回来就是来，我也拿你没有办法。许生去，孤帅，王家夙愿，且享非凡。马先生，这里便是东关国，赵大哥就在这里住宿。小姐，是谁在这里说话？尾拜在哪里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尾拜在哪里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
上一酒了呀，应酬还宜。哎呀，马先生啊，而今的赵大姑苦不必重见了。上至后宫嫔妃，下至民间女子，谁不知道赵大姑写的女简呀？哦，赵大姑可是当今的女神仙。我看过呀，就是这部《王王大族欢书》，早就列为国史了。连皇上召见完成一岁半女时呢。唉，想想中间的风流王头，把个生的书碰上了天。而今的王后娘娘却为言夺据，就爱女杰。我只去，我闭嘴。你们说，你们谈。老不死的，真讨厌。来，大师兄，请用茶。这可是王色公平。为拜大师兄喜敬你一杯。请我为什么？听说我走之后，家中一把大火，死的也死了。你若是一人修己还俗，一定吃尽了千辛万苦。马须不在，总算带回了天文之书稿。如今先生的遗愿终于要在你的手中实现了，你说我不该敬你吗？慢来，这茶我可是不过瘾了。为什么？唉，思量当初不识深浅，谁料欢书是此凡从啊！此话何意呀？大师兄，你还听不懂吗？小姐的意思，这欢书他是写不通了。是啊，是有些写不通了。大师兄，你当量什么呀？为拜，我看在王家书院不像是个做诗的地方，怎么不像？太奢侈，太豪华，到处都珠光宝气。你还当办事朝堂吗？这是王家书院，不错，是奢侈，是豪华。可这与做事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哦，难道一定要月亮刺骨、生机爱我，才能做得出好文章吗？你呀，到底还是中间的
大师兄啊！大师兄，你听听，都变成什么腔调了？哎呀，伟爸，你别了，我变了，是变老了，还是变丑了？别得让我不敢相信，别得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想起了谁？曹生。大师兄，20年不见面，是些开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回拜。天机素高，后3年天涯地，心相牵。王家夙愿来相见，重逢不舍求永远。亲在你的小女婿，许在你的心有限，才叫我不由私自心下沉，一层一层戒备我怀念昔日操堂书生郎，我寻找当年的小尾巴，如今失落在那边。我是咋不曾把你快不好，我爱兄妹面对两重梦前，金光彩彩若被家无边，抱起盼亲爱，父母之一片，父乃之一边。大师兄不高兴了。伟爸，你把书稿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，为什么？让我修己还俗，完成先生的遗愿。好，就交给你。现在太慢了！你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居然把我逼草绳，我笑你竟要拿走我书稿，我笑你缠着丝袜不要碰，撇得这份话轻巧。我这不是笑，我是悲从中来，苦中特许混家早，单早为了这书稿，另为艰难重担挑。单早为了这书稿，等等混川谁洗了？单早为了这书稿，师父设家三万笑。单早为了这书稿，一生一语尽传抄，一部书稿太上了。
天一夜夜一月月一年年一岁岁一岁岁写写写看看看给给给草草草。我心已情离夜啼，黑衣袍深我为什么不能和其他一起为君，为君的颜色不知道，大师兄来的真好，来来来，你保守到东南北不拉北不拉走，反正我怕他怨他气他闹他惊他烦他爱他念他厌他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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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来我一我拿走，我全部拿走。兄，我也跟你走。走，傻姐，你也要走？走。像我傻姐也真傻呀！你们搬家做事与我何关呢？我为何也一声不响去伺候你呀？不仅是敬佩你的才勇，敬佩你的志向，这才看你孤单一人，想帮帮你嘛。事情倒好，你这一撒手，我这一辈子又算什么呢？大师兄，我们走，先生的思考在哪里？杀鸡我去跟到哪里？走。啊！你们不能走，可是我的手稿，我的手稿。回吧，大师兄是知道你不会放弃回书的呀。大师回吧，大师兄知道你心里苦，很苦啊。啥是曹氏的不是，这是我妈婿有曹氏的财呀，我是绝不会让你这样辛苦的呀。回吧，你可以怨，可以恨，可是你不能回呀，因为你是白造。只有你才能完成先生的心愿呀。回吧，你还记得这房间妈妈2日以来，我也在待在身边，我一碰起他，就想起我的白枣小妹。微博我制作了，我的好兄长。回吧，你还是我的好小妹呀。小金，我也不知道，杀鸡，小金啊！回吧，
可否请他奏明皇上，让你为百事操刀做事？好，杀鸡，快陪大师兄去找范公公。大师兄，我们走。为百事操刀，为百事操刀。上级，你可什么？小姐，皇上不称你为曹大，大事在东关国，事情公赢了。终于桓蜀军功将要成书了，当今皇帝生，这可是继太史公死继之后，我朝的又一部
是他们自己不要，后人的幻术就这次搬过，而不知搬走马须。哎，想想这两股人，也算是一辈子图个什么啊？图了个什么啊？苏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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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吧，苏高，回吧。苏高，圣上派人将苏高运走了。运走了，那是我的苏高啊，我的苏高啊！回吧，你听一不听。要我的苏高，我的苏高啊！你怎么哭了？苏高就要成书了，你应当高兴才是啊！我应当高兴才是。那我不哭，我不哭，可我就是想哭。回吧，你不要哭了，大师兄今日就要和你告别啦。啊！你又要走？可以带上我吗？圣上要你留下来。那你为什么要走？圣上说幻术休寂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出宫去吧。要来一起来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不能啊！圣上恐怕后人读不懂幻术，要你留下来为苏家做注解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为了这部坏书吗？啊！那你可要在朝堂等我啊！一定要等我啊！我等，我等。
情。这一杯恭恭敬敬献上敬，劳累你辛辛苦苦换一生。小姐，累死我冤死！为先生在天上喜。
师兄这一走，没过几天去世了。小姐闻讯，一生都没愉快。他强撑着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，就每天来到宫门前面想啊想啊。太阳下山了，当心小姐擦了。小姐，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